小日晒风台大雨，菜色算当是真严重哦。爱个等复经是无遐尼紧，所以最近菜色产量少个贵三三。中华溪湖果菜市场是表示讲，今仔葱仔的产地大卖价哦，1公斤就300外块咯，嘛可能会个继续起价。为着要稳定菜价，农粮署嘛表示讲，因拍算要来辅导农民加工制作冷冻的菜色。顶个月丹那市风台走了后，中南部连续落大水雨，因为安尼害真侪菜拢受到水伤，产量嘛减少。即马搁来一粒杨柳风台，发布有民众反映讲菜价是愈起愈悬。根据百农的统计，菜价每公斤是68.9块，起4.1块，民众是哀叫讲菜伤贵，买袂落手。买无菜，你看40块你。这阮4倍爱1摆煮的4倍，你看刚才一个青菜多少钱？菜的价格平均价格来到50.7块，然后涨幅最大的是青葱，青葱的价格由178来到现在目前的325。农粮署表示，顶回风灾加上中南部落大水雨造成的农损，致使国内的菜量减少8成。菜贩仔嘛表示，即马来杨柳风台菜价又搁起，特别是葱仔起上扬。葱仔嘛300-400块啊，一百300-400块啊。生意歹做。就歹做啊。农粮署表示，自5月开始就已经有请产地的农民，甲甘蓝、甲根茎类的菜顶并起来，库存量有5450吨。农粮署为着要让市场的菜量恢复稳定，会甲这一部分的青菜提供给市场，让民众会当买到菜。评估起来最快的部分应该是我们空心菜大概就是我们的硬菜那在8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来复耕完成，来陆续采收上市。那其他的叶菜类，还有包含那个瓜果菜类，原则上大概也都会后续会陆续采收。那大概会包含到9月上旬、9月中旬都陆续都会有一些蔬菜的这个采收上市那个价格也会逐渐回稳。针对菜量当时的回稳的问题，农粮署预估，爱到9月初，菜价会慢慢恢复正常的量。在这段期间内，会提供民众冷冻菜的选择。记者陈心东、林旭凯台北报道。